我係 Mandy 啊，今日咧又係我哋嘅精裝二手別墅時間。咁今日我哋要睇嘅咧係位於中山三鄉御龍山當中嘅 T 型別墅。咁今次咧呢一套別墅嘅建築面積咧係198平方，目前嘅售價咧係398萬，而且咧全屋全新裝修，真正嘅全新裝修啊。OK， 咁我哋而家嚟分享下。首先咧，成套別墅嘅話咧，地面咧會有3層嘅，地下嘅話咧係會有1層嘅。咁同時嘅話咧，因為佢嘅地下其實實際上，如果係正式嚟講，佢應該係屬於一個1樓單位，所以全屋嘅話咧，無論係我哋負1層，又或者係我哋頂樓，全部嘅光線程度都係非常之 OK 嘅。而且嘅話咧，成套單位嚇，佢車庫啦同埋人行嘅呢啲入口嘅話咧，目前嘅一個改造情況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完美嚇。而且車輛嘅停放嘅話咧，亦都係可以達到2部車嘅一個停放空間嘅，室內1部，室外1部。咁同時咧，佢全屋嘅話咧，其實由我哋嘅車庫咧都係可以直接咧通到翻我哋室內嘅一個部分嘅。咁同時嘅話咧，如果係步行直接咧由我哋嘅1層咧上到去我哋真正表面嘅呢一個1層嘅餐客廳空間嘅話咧，呢一個歸家嘅儀式感亦都係做得相當之滿足啊！你睇下。兩邊啦，真正全部種晒我哋嘅羅漢松啦，同埋唔同嘅一啲花草樹木。門前嘅話咧，呢啲花全部如果開晒嘅時候，又或者後期我哋再種多唔少嘅話咧，呢一種感覺真正係花團湧簇咁樣翻到你屋企啊。OK， 而且咧全屋嘅話咧，因為佢所有嘅花園咧，除咗做花壇之外，其他嘅地方全部做晒硬化，所以後期嘅打理上邊嘅話咧，我哋淨係需要掃一掃呢一啲落葉就完全 OK 啦。而且只要你唔種大樹，咁你亦都可以慳翻好多住別墅嘅功夫吓。OK， 咁我沿住樓梯上到嚟之後嘅話咧，正式同大家一齊分享下佢室內嘅空間啦。而家我哋正式入嚟我哋嘅室內參觀一下啦。咁首先咧，佢而家咧用緊嘅係我哋嘅呢一個不鏽鋼嘅一個門啦吓。咁同時嘅話咧，由門口呢度入咗嚟之後嘅話咧，呢一個戶型嘅單位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佢1樓咧有一間長輩房啊。長輩房嘅話咧係望向翻我哋前花園嘅部分。咁由呢一邊轉彎嘅話咧，就已經係可以直接到達噶。咁同埋咧，大家睇下用人字形呢一種方式咧嚟拼接我哋嘅木地板嘅感覺吓，真係非常之好啊！而且嘅話咧，其實佢唔係真係一塊塊斜斜咁樣去拼接嘅，而係大塊嘅木板，然之後直接拼接落嚟嘅。呢種感覺真係十分之神奇啊！咁同時咧，嗱，成個飄窗咁樣望翻出去，係可以直接望到我哋車庫啦，同埋前花園前院嘅一個部分吓。咁包括咧，因為成個御龍山呢一邊嘅話咧，佢嘅一個別墅門口嘅呢啲路嘅話咧，都會做得比較大少少啦。所以咧，佢整體嚟講嘅話咧，成個區域吓車輛嘅一個停放嘅話咧，亦都會更加之好啊！即係唔會話路邊咧停咁多立雜啲車，影響到我哋嘅行車道吓。咁1樓呢一邊嘅一個公共洗手間嘅話咧，亦都做得 OK 噶吓。雖然話冇專門去做到乾濕分離，係因為佢嘅一個空間尺寸度上面嚟講嘅話咧，都係比較勉強少少，所以從而就冇做。同時亦都係一個暗位嘅形式吓。OK， 沿住過嚟呢邊嘅話咧，就屬於我哋嘅廚房位啦。廚房咧目前係用咗華帝嘅3件套，咁3件套當中嘅話呢一個位置咧，採用緊嘅係消毒碗櫃，同時咧大嘅雙門雪櫃預留空間，亦都已經係俾到大家。台面採用全黑色嘅一個設計，所以後期嘅話咧就避免咗用白色嘅大理石台面去滲透其他啲垃圾嘅一個色彩入去吓，所以呢一種嘅話咧，亦都係目前咧相對會比較時興少少。全屋嘅話咧已經帶晒我哋嘅中央空調噶啦，而且採用緊嘅係美的嘅品牌，全部保修過咧，因為全部全新，所以嘅話仍然都有6年嘅一個保修期嘅。沿住呢邊嘅話咧，就我哋上落嘅樓梯。落去咧，負1層上去休息區域，由呢一邊嘅2級台階落到嚟咧，先真正咧會嚟到咗我哋嘅餐廳同埋客廳空間。咁樣嘅一個空間設計嘅話咧，主要都係睇翻大家。咁佢就由我哋之前咧會普遍見到別墅區當中嘅呢種豎廳戶型咧，就變成咗一個橫廳嘅一個感覺。同時嘅話亦都係採用緊下沉式嘅。咁我哋廚房呢一邊，因為做咗我哋空調嘅出風口，所以佢嘅吊頂嘅話咧，而家做完之後大概係達到3.2米嘅高度。而我哋客廳嘅部分嘅話咧，佢嘅挑高會更加之高，因為冇做到中央空調，所以佢挑高係可以達到3.6米到3.7米嘅一個高度。而且嘅話咧，佢仲係做咗一個懸浮頂喺呢度吓。同時嘅話咧，由呢一邊開始，全部咧都係我哋嘅儲物櫃嚟嘅，即係佢完全做咗一個隱藏式嘅一個設計。咁其實咧，櫃體多嘅話咧，對於國內嘅樓宇單位嚟講，佢個儲物空間更加多。
都可以令到我哋成套單位後期真真正正居住嘅時候咧，可以達到一種更加整潔嘅感覺。電視背景牆採用黑白同埋我哋中式三種顏色咧嚟到拼接翻嘅，中間粒位咧就預留咗俾我哋擺翻我哋嘅電視嘅。OK， 咁全屋個咧亦都係無柱燈嘅設計，所以咧整體嚟講，抬頭望過去乾淨企理嘅感覺完全呈現出嚟啦。雙層嘅間玻璃推門直出嘅話，到咗我哋後花園嘅部分啦。咁呢一套嘅後花園嘅話咧，長度進深咧係可以達到10米嘅一個長度，所以成個後花園咧就已經係可以達到80平方左右咁上下嘅闊度。所以如果中意呢種後花園非常之大，而且咧直接做晒硬化，可以令到有一個景觀台，同時嘅話咧，令到你可以有一啲預留嘅翻行位置，無論係種花種草又好，又或者真真正正咧係利用翻成個後花園咧嚟做翻更加多對於自己嚟講更加有意義嘅事情啦。咁當然啦，成套單位因為係全新裝修，所以你可以睇到佢整體嘅外立面情況咧，亦都係相當之 OK 吓。所以如果話大家300幾萬、400萬樓下咧，就直接咧買精裝修，直接拎包入住嘅別墅單位，咁呢一套咧就十分之適合啦。OK， 好，咁睇完咗我哋成個1樓嘅大致佈局之後，而家落負一層啦。地下車庫咧落咗嚟之後，首先呢一度嘅咧就係我哋嘅雜物間啦，形容咗我哋樓梯下邊嘅空隙位置。沿住呢邊行翻落嚟咧，就係我哋成個負一層當中嘅一個公共洗手間區域。咁呢一個洗手間嘅話咧，目前係唔帶淋浴功能嘅。咁除此之外咧，由呢邊出翻去，直接係嚟到咗我哋車庫嘅一個空間位置。後期咧捲閘門一放，你又可以放多咗一部室內嘅車輛，進行咗一個關閉嘅形式吓。OK， 咁睇完咗我哋呢一個區域之後咧，沿住下沉式嘅呢個空間位置落翻嚟嘅話咧，佢仲獨立咧有2個區域嘅，一個咧就中間層噶吓，咁呢一個位置咧睇翻大家自己咧擺翻一張麻雀台，哇，真係十分之舒服啊，又闊綽，而且咧又涼爽吓。咁沿住呢邊玻璃咁樣嘅隔斷咁樣落翻嚟嘅話咧，就到咗一個類似於影音室啦、KTV 啦咁樣嘅一個空間位置。你可以見到啦，目前咧業主已經係配置咗，比如話我哋而家見到嘅幕布啦，咁同時咧側邊成個背景牆嘅話咧包邊同埋做咗一啲櫃體，而喺佢後邊嘅話咧，亦都係做咗一個酒吧台咁樣嘅一個空間設計，所以成個負一層嘅一個空間佈局咧，佢係偏向於更加之休閒一啲嘅感覺。同時咧，除咗我哋打開咗車庫嘅門咧，進行一個通風之外嘅話咧，其實喺呢邊咧仲有一個露天咁樣嘅一個採光窗位，而且成個採光窗嘅話咧，佢除咗咧帶有我哋側邊嘅呢個排風扇之外嘅話咧，佢亦都係做咗一個加高嘅設計。咁如果話想後期咧改裝成嗰種可以推拉或者係電動嘅嗰種門框嘅話咧，亦都係相對比較 OK 嘅。主要睇翻大家後期居住嘅需求情況。如果話現狀你已經覺得非常之 OK 嘅話咧，咁呢一套單位你真係唔需要再使任何嘅1分錢，就已經係可以直接達到住嘅狀態。跟住落嚟，再睇翻我哋2樓嘅有錢區域啦。2樓沿住樓梯上到嚟，首先一幅畫、一個櫃體、一盞燈，已經營造出咗你上嚟之後嘅呢一種活氣嘅感覺啊！即係你會覺得哇，喺呢度居住咧，呢種生活嘅氣息突然之間就咁湧咗入嚟吓。OK， 沿住兩邊嘅話咧，其實就係2個大嘅套間。呢種木地板真係非常之中意，睇一次愛一次吓。沿住呢邊開始，我哋先嚟睇下佢整體嘅一個休息區域嘅一個區域劃分吓。首先，成個休息區域嘅話咧，由頭做到落尾，全部做咗背景牆，同時嘅話咧，線燈已經全部做好晒噶啦。嚟到咗之後，直接就可以使用翻。沿住佢嚟呢邊就係屬於我哋陽台打翻出嚟落地窗嘅呢一種感覺哈。所以好多朋友其實係比較中意落地窗嘅呢種感覺噶。而且咧，因為我哋成個後花園咧，佢係非常之長身噶，所以咧你咁樣一晚望翻落去向下嘅呢種感覺，真真正正係相當之舒服。你自己想點樣去營造翻你嘅花園，由你話事。咁除此之外咧，沿住邊位呢一度咧係做咗一啲書架啦，同埋一啲儲物櫃咁樣嘅空間位置嘅。咁同時咧，空調嘅出風口亦都係預留咗喺呢一個位，再加上佢嘅層高3.6米嘅一個高度，然之後咧做咗呢個頂部之後，真係可以達到嗰種非常之舒適居住嘅感覺。燈光又唔會太過耀眼，同時嘅話咧，你嘅一個光線程度亦都係十分之充足。由我哋呢一邊一埲牆嘅距離嘅隔斷，兩邊咧都可以直接進入，就係屬於我哋衣帽間同埋我哋梳妝台嘅獨立區域。同時咧，佢亦都係採用緊明窗嘅設計，所以喺呢一個位置咧，雖然佢會更加之獨立，多咗一啲牆身喺呢度，但係佢仍然係可以達到一個有採光進入嘅區域。除此之外啦，一部嘅台階進入就係屬於呢一間套房當中嘅
洗手間位置。成個洗手間咧，亦都係已經直接做晒我哋嘅乾濕分離嘅設計。再嚟睇翻佢成個淋浴室當中嘅呢一種石嘅排版，非常之有感覺吓，真係嗰種酒店式嘅感覺，即時咧就湧晒上嚟啊！OK， 睇完咗我哋嘅第一個套間，再繼續睇埋我哋另外一個套間啦。另外嘅呢一個套間位置嘅話咧，亦都係相當之有特色嘅。首先由門口入到嚟之後，呢一個位置嘅話咧，亦都係可以做到一個 L 型嘅櫃，或者直接咧單獨再做翻個書房，亦都係十分之舒服噶。沿住過嚟呢邊嘅話咧，就係洗手間嘅區域。洗手間乾濕分離，雙面打開，而且明窗，完全嘅話咧係用到咗我哋真真正正自己居家自住用到嘅呢一種布局。同時咧，牆身全部咧都係啞鋼磚吓。沿住過嚟呢邊一排嘅櫃體連接住我哋嘅背景牆，門前床頭呢啲位置嘅話咧，兩邊嘅話咧都做晒我哋嘅開關同埋插蘇位。再由呢邊咧雙開門嘅設計打開出去咧，獨立嘅一個區域，而且咧頂部加裝咗玻璃加鋁合金。你亦都可以避免咗我哋嘅日曬雨淋，但係同時咧，你亦都可以打開門喺呢度呼吸翻我哋最新鮮嘅空氣，去翻我哋最原始嘅呢一種居住呢一種生活嘅感覺吓。OK， 睇完咗2樓之後，再上3樓啊！3樓獨立嘅主人房區域，以及我哋嘅天台位，先嚟睇下主人房啦。主人房咧由呢度入翻嚟之後，側邊咧就係屬於一個 U 型咁樣嘅一個獨立衣帽間，以及我哋嘅梳妝台面，儲物空間絕對係十足嘅。沿住呢邊過翻嚟，屬於我哋嘅洗手間區域啦，同埋淋浴室，以及咧仲會有多個浴缸嘅空間，而且咧整體嘅一個空間上面嚟講嘅話咧，亦都係相當之 OK 嘅。再加上咧明窗嘅設計，兩邊咧亦都係可以做到南北通，但係咧同時嘅話咧，亦都係可以達到係望唔到我哋廁所嘅。OK， 咁成個休息區域嘅話咧，亦都係十分之闊綽嘅。咁基本上咧1.8米或者2米嘅大床，完全冇問題，兩張1.2米嘅床，兩張1.5米嘅床都可以完全擺得落，因為呢一個空間完全係屬於一個休息區域，所有唔需要再打任何嘅櫃體，包括2個梳妝台放落去都係完全 OK 嘅。咁沿住過嚟呢邊嘅話咧，就係屬於一個露天嘅陽台部分。咁成個陽台嘅話咧，首先頂部咧做咗木嘅吊頂，再望翻落去咧係屬於我哋小區嘅園林部分。咁呢一個區域咧有一個好處係乜嘢？雖然呢一套單位咧非常之靠近我哋嘅高層位置，但係咧呢一個區域咧佢係屬於完全獨立嘅，我哋只不過係近啫，但係咧喺我哋嘅別墅區域同我哋嘅高層區域係完全達到咗一個唔同區域嘅劃算嘅，所以咧喺我哋嘅高層係冇辦法行路入我哋嘅一個別墅區，別墅區有獨立嘅一個出入口位，同時嘅話咧安保情況各方面咧亦都係做得相當 OK 嘅。好，咁睇完咗我哋嘅主人房之後，最後睇翻我哋嘅露台部分啦。露台呢邊嘅話咧，睇翻我哋嘅前花園，咁成個露台嘅話咧 L 型嘅設計。頂部全部做晒我哋嘅玻璃加鋁合金，同時咧你可以見到成個天台部分咧統一嘅色調灰色，同時咧亦都做埋我哋嘅一個洗手台位。咁無論係衣物晾晒啦，作為洗衣房又好，或者咧後期有打算鍛煉健身嘅，可以封一半嘅露台喺呢一邊擺翻啲健身嘅器材，一邊望住我哋嘅五桂山，一邊喺度跑步，又或者係做 gym 或者係做瑜伽。哇！呢一種感覺咧，真真正正咧係喺度體驗緊我哋中山呢一邊唔同嘅生活氣息。同時咧喺呢一度咧揸車10分鐘去到我哋嘅中山醫院，又或者10分鐘去到我哋中山溫泉，再加上咧10分鐘嘅車程距離咧，你已經係可以去到三鄉嘅中心，或者直接過翻我哋嘅珠海消費。所以呢一種深度體驗翻我哋大灣區生活嘅體驗嘅話咧，喺三鄉呢個片區點解會係受到我哋香港人士嘅熱傷咧？即係香港人士嘅中意咧，其實咧呢一度亦都係非常之大嘅一部分原因嚟嘅。OK， 咁我哋再嚟睇翻小區嘅一個道路情況啦，係非常之闊綽噶。所以咧平時咧如果會自己揸車，又或者你就算自己唔揸車，食完飯之後喺小區入邊去行一行，呢種舒適度亦都係 OK 嘅。所以如果有興趣或者想了解更加多詳細資訊嘅朋友，亦都歡迎大家留低或者直接致電預約 Mandy 過嚟睇現場啦。未關注朋友嘅關注同撳旁邊嘅小鬧鐘，咁樣先可以及時接收我哋嘅最新消息。下期再見，拜拜。